各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係我 Irene 同大家講座的秘密第7課，心手相連，創造祝福正能量。喺修補世界能量場嘅同時，如果正能量沒有運轉，而且不斷流失，結果依然令人非常憂心。想要能量運轉流暢，唔可以坐等5年、10年之後，而係必須立即從呢一秒做起。每一個人都必須為呢一份願景努力，為自愛、自救、豐富自己、圓滿自己，務必要積極地營造對於各種人事物送出發自內心嘅真誠祝福。唯有送出去嘅祝福真實不虛，回流嘅能量才會讓自己受益。因為處處充滿祝福嘅能量，世界變得更加可愛，更多人因此幸福加倍，彼此嘅祝福成就大家有福同享嘅美麗風景。我哋必須營造出呢一樣嘅場景，促進世界動員，繳付出亮麗嘅成績，不分國籍、地區、男女老少，全人類共同祝福，讓正能量晉升。當正能量涵蓋嘅面積足以覆蓋整個地球道場嘅時候，就係平安喜樂最佳嘅境界。此時此刻已經有許多人投入祝福嘅行列，但某些地區嘅能量場仍屬於水亂負面嘅狀態，就會喺運轉嘅過程中耗散部分能量。換句話說，要創造足夠嘅正能量嚟平衡現今嘅亂世，世界何其大，若光靠一個人嘅努力上，當然絕不可能湊巧。主因係力量太薄弱，單憑一個國家嘅人民努力依舊杯水車薪。但若每個國家都願意加入行列，人人盡心盡力，世界就有反轉嘅可能。我為人人，人人為我，仔細想清楚整件事情嘅前因後果，接着勇於實踐，持之以恆，就能夠有所起色。今日我導讀嘅第7課已經完成啦。喺呢度，我祝福大家幸福快樂，祝福，速得福作。我哋感恩你哋嘅聆聽，我哋下次見啦。